大家好，首先會同大家介紹一下資訊科技嘅應用喎。咁資訊科技啦，其實係指電腦啦同埋電信設備嘅一啲儲存、檢索、傳輸同埋處理資訊啦。喺幼兒教育當中啦，呢一啲嘅技術啦，都可以顯著咁樣咧提升教育學嘅質素啦。咁點解我哋咧要應用一啲資訊科技咧，或者一啲創新嘅教學咧喺幼兒教育當中啊？其實咧就可以提升翻教育學嘅質量啦，譬如一啲個性化嘅學習啦，可以根據翻小朋友嘅需要啦，度身訂做一啲學習內容，提升學習嘅效果啦。呢一啲嘅個性化學習體驗可以吸引到家長同埋學生啦，增加翻呢一間學校嘅吸引力喎，同時亦都可以增強翻幼兒嘅參與度喎。例如一啲互動嘅白板啊，或者平板電腦咁樣啦，都可以促進翻小朋友主動參與啦，提升翻小朋友學習嘅興趣同埋動機，從而咧去提升翻成間學校嘅學習氛圍嘅。同時啊，亦都可以培養小朋友嘅創新能力啦，培養小朋友咧喺創新思維啦，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咁即使喺幼稚園當中啦，甚至小學、中學、大學，甚至佢哋嘅未來嘅職場當中咧，都可以應用到呢一啲嘅技能啦，咁去提升翻小朋友嘅自身能力嘅，同時亦都可以提高翻教師嘅質素啦。例如咧，老師嘅專業發展啦，可能咧就可以幫助佢哋去持續進修啊，專業嘅發展啊，咁同時學校都需要提供唔同嘅培訓同埋資源去提升翻老師嘅教學能力啊，增強翻學校嘅教學團體嘅整體質素啦。咁以上呢一啲嘅教學創新嘅策略咧，都可以令到間學校咧嘅競爭力提升啦，建立學校嘅品牌形象咁樣啦，咁吸引到更加多嘅學生啊，同埋家長留意喎。咁所以咧，喺我哋應用呢一啲嘅資訊科技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問題需要處理一下喎。首先第一個啦，就係如何促進呢一啲嘅設備同埋技術喺幼兒教學當中去應用喎。咁其實咧好容易啦，喺日常嘅教學當中已經會應用到呢一啲嘅資訊嘅科技同埋設備啊。例如我哋整合一啲多媒體嘅資源啦，好多時都會用到電腦啊、平板嘅電子產品啊，同埋咧智能手機呢一啲嘅設備啦。咁老師就可以整合呢一啲嘅多媒體資源，譬如影片、聲音同埋一啲互動嘅遊戲，喺呢一啲嘅資源當中啦，喺課堂當中去應用喎，令到個課堂嘅內容更加生動有趣啦。同時亦都可以提供一啲互動嘅學習平台，例如一啲網絡嘅工具啊，好似我哋好常用到嘅 Google Classroom 同埋 Kahoot 咁樣，去創建一個互動嘅學習平台。等小朋友喺課堂當中啦，或者喺課堂以外啊，同家長喺屋企都可以參與到呢一啲嘅學習活動嘅。咁第二啦，就係點樣發揮佢哋嘅潛能啦，等小朋友喺課室內嘅學與教更加有效嘅喎。例如啦，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多媒體啦，甚至啊可以利用一啲 VR 嘅影像啊、虛擬實境咁樣，等小朋友咧喺探索當中去學習啦。增加翻小朋友嘅知識同埋理解，咁令到佢哋咧記得我哋喺課堂當中學過嘅內容啦。小朋友佢哋嘅學習模式有唔同嘅，例如可能佢哋係聽覺嘅，咁可能透過聽老師嘅講解，可能已經學識到啦。但係有啲小朋友可能係視覺型嘅喎，佢哋係要透過睇一啲影片啊，或者觀察一啲實物先至可以學習得到喎。咁一個多媒體嘅教學啦，就可以咧提供到唔同嘅感官刺激俾小朋友啦，豐富翻佢哋嘅知識，亦都可以咧更加強化佢哋喺呢一個教學內容當中嘅記憶啦，等佢哋咧可以將課堂當中嘅知識吸收得更加多嘅。咁所以啦，就可以喺課堂當中利用呢一啲嘅資訊科技啦，去令到小朋友嘅學習係更加有效能嘅。
咁其實咧，每個小朋友咧，佢哋嘅個人經驗都唔同啦，佢哋嘅能力都唔同喎。咁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個別化嘅學習啦，利用一啲學習嘅軟件，了解翻每一位小朋友嘅學習進度同埋佢哋嘅興趣，提供一啲度身訂造嘅學習內容俾每一位小朋友啦。等小朋友以一個適合自己嘅速度去學習啊，同埋了解翻小朋友嘅最近發展區啦。去提供翻唔同嘅內容俾佢哋去學習喎。咁而且咧，呢一啲資訊科技嘅應用啦，我哋可能可以製造唔同嘅課件出嚟俾小朋友喎，咁就可以咧提供翻一啲即時嘅回饋俾小朋友喎。咁可以透過一啲熒幕上面嘅閱讀啊，或者一啲輔助嘅技術啦，等小朋友可以即時獲得一啲學習嘅回饋，佢可以知道依家學緊嘅嘢究竟佢哋係掌唔掌握啦。可能有一啲小遊戲俾小朋友，一啲挑戰站俾小朋友，去了解翻每一位小朋友喺呢一個嘅學習內容當中，佢哋掌握嘅程度係點樣喎。老師亦都可以了解翻小朋友嘅能力啦，甚至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課件或者呢一啲嘅資訊科技去評估翻小朋友究竟佢嘅能力去到點樣啦。咁從而咧，俾翻一啲學習嘅回饋小朋友，亦都可以喺教學上面咧，老師可以即時調整自己嘅教學策略啦，去因應翻每一位小朋友嘅能力，去提供唔同嘅學習軟件俾佢哋喎。咁所以啦，呢一個嘅資訊科技嘅應用咧，係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個別化咁嘅學習，同埋可以得到一啲即時嘅回饋。而且啊，每個小朋友每個人佢哋嘅學習能力都唔一樣啦，同埋佢哋吸收知識嘅方法都唔一樣喎。咁資訊科技就可以提供咗一啲多元化嘅方式去俾小朋友去吸收。例如有啲小朋友係透過閱讀已經可以學識到一啲知識嘅，咁就可以俾唔同嘅圖像或者文字佢哋去閱讀啦。如果有小朋友佢係要透過一啲影像同埋聲音，先至會係最容易去吸收唔同嘅知識喎。咁相對我哋又可以提供一啲唔同嘅多媒體俾佢哋啦，例如一啲聲音同埋一啲影片俾佢哋去學習啦，從而咧去俾小朋友有效咁樣去吸收知識，同埋利用唔同多媒體去做一個教學嘅教材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小朋友加深佢哋嘅記憶，更加記得喺呢一個課堂當中咧，佢哋學習咗啲乜嘢內容嘅。咁所以啦，多媒體同埋資訊科技嘅應用啦，都可以咧有效咁樣去促進小朋友嘅學習。而第三啦，就係點樣咧應用資訊科技啦，去促進小朋友喺教學上面嘅創新喎。其實咧，資訊科技應用咧，唔係單單俾一啲多媒體啊，或者唔同嘅影片啊，唔同嘅課件，小朋友玩完睇完就算噶。其實係可以同小朋友有唔同嘅互動噶。例如，我哋可以設計一啲唔同嘅情景俾小朋友啦，豐富翻佢哋嘅一啲生活嘅經驗啦。咁就咧，小朋友可以透過呢一啲嘅互動啊，透過呢一啲嘅情景問題咧，去培養翻小朋友嘅邏輯思維，甚至訓練埋小朋友一啲問題解難嘅能力啦。咁呢一啲嘅訓練同埋呢一啲嘅互動啦，都可以激發翻小朋友嘅創意力㗎。甚至啊，幼兒嘅教學咧，其實唔單單喺幼稚園當中去推行㗎喎，其實家長咧都好想去幫助小朋友去學習㗎喎。咁其實咧，我哋幼稚園當中啦，或者老師當中啦，就可以利用一啲科技嘅平台去強化翻家校之間嘅合作啦。例如一啲在線嘅平台或者一啲社交媒體咁樣啦，去促進翻家長同埋老師之間嘅交流，去增強翻家校合作啦。咁同時咧，亦都可以令到家長更加促進去參與小朋友嘅學習過程啊。等小朋友喺屋企啦，同埋學校咧，都可以同時學習得到，而家長亦都可以更加了解得到，究竟小朋友嘅學習能力、學習進度係去到邊度。喺屋企嘅時候，亦都可以利用到一啲資訊科技嘅軟件啊，或者一啲老師提供嘅課件，去同小朋友重溫課堂喎。咁就同時咧，喺屋企同埋幼稚園當中都可以促進到小朋友嘅教學啦，咁就咧可以達至家校合作喎。咁呢一個嘅創新教學咧，都可以促進到小朋友嘅學習㗎。咁所以啦，頭先以上所指嘅一啲資訊科技應用啦，咁其實喺幼兒嘅教育學當中，好多時都會應用得到啦。咁
而且啊，老師嘅角色咧，亦都會有所改變喎。老師啦，可能喺以前嘅傳統教學當中啦，會係一個知識嘅傳授者，轉化成一個促進者啦。老師唔再係單單傳授知識啦，而係引導小朋友點樣去探索同埋點樣去學習啦，促進小朋友自主學習同埋思考嘅能力喎。咁樣咧就可以支持翻小朋友去建構知識，喺老師嘅指導之下，小朋友可以更加主動同埋自主咁樣去參與教與學嘅過程啦，同埋啊可以通過一啲合作同埋互動嘅方式去建構知識啊，發展小朋友嘅技能啊，同埋培養正確嘅學習態度。咁總括而言啦，資訊科技咧喺幼兒教學當中嘅應用，唔單止提升咗教學嘅效果，仲可以促進咗學習嘅創新同埋發展啦。喺未來啦，相信個資訊科技會有進一步嘅發展嘅。咁呢一啲嘅應用咧，亦都會越嚟越普及啦，為小朋友咧創造更加好嘅學習環境嘅。